對於女仔嚟講，揀一條可以揾到錢嘅事業賽道，要比揀個好老公仲要1萬倍。琴日我同一個女仔傾偈啦，佢話佢今年2026年佢嘅目標就係自己喺事業上揾到100萬，跟住今年佢男朋友希望佢男朋友可以為佢使30萬咁樣。咁我一聽我話，咁你咪將自己嘅精力分散咗？你與其指意你男朋友嗰30萬，你不如將所有心思自己的起心肝，將你所有嘅時間精力去鑽研你自己個事業，等你個事業今年可以揾到200萬。只要你喺事業上有翻些少增長，就可以覆蓋到你男朋友為你使嘅呢部分嘅錢。咁你又何必去睇佢面色呢？你個男朋友一年為你使30萬，如果你真係靠事業揾到200萬嘅話，可能你嘅收入仲高過你個男朋友。如果你自己一年可以揾到200萬，甚至你自己為你男朋友使30萬啦，你又何必去睇佢面色呢？仲要去走雌競？你呢種情況就應該的起心肝，一門心思去搞紅勁，打拼事業。